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的警方抓到一团专门咧诈骗职业军人的暴力集团，伫网络顶拍广告，讲用汽机车来抵押，就会当贷款来投资。但是这个钱拢入去集团的落地啊底，有阿兵哥去互骗300多万。另外，阁有这个集团的成员想要脱离组织，互拍甲规身躯拢是伤，手段是真粗残。 霹雳小组成员专赴武装透早6点攻入去，集团的成员未赴走，当场被掠。来，不要动，趴下，来手抱头。警方超出小铺甲กู้纳犯案的工具，因伫网络拍广告，公司当用汽机车抵押办理各种贷款投资，但是钱最后拢进入主嫌的落地啊。有成员想要脱离组织，也阁被主嫌用棍啊拍头、脚只、双手，有几啊只拢全乌青的困只。 那就要求其他成员以棍棒来殴打，或是强灌不明的液体来伤害他的身体。最后呢，还会要求他的家属筹钱来赎人。毛阿兵哥被骗300万，想要讨回投资金额，遭受强害，甚至拒逼签本票，作为赔偿集团的投资损失。借由同跑的介绍，然后遭受到这个不法集团的设局诈骗。 而且被害的士兵不止1人。目前初步查出至少6名士官兵受害，警方呼吁投资理财应该爱先查明投资公司是毋是有立案登记，嘛爱签入契约证据，来路不明的借贷管道咧，千万唔通去卡到。